救世主，也不靠神仙皇帝，要创造人类的心，全靠我们自己。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，让思想冲破牢笼，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，趁热打铁才能成功。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明天，赢得那熊奈儿，就一定要实现。这是最后的斗争，团结起来到明天，赢得那熊奈儿，就一定要实现。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？是我们劳动群众，一切归劳动者所